到下一個啦，下一個就係一個好瘋狂嘅咖啡杯。呢個咖啡杯咧會轉到你飛咗出去嘅。但係呢個演講者佢話：我唔介意啊，因為我唔驚啊，因為我有盔甲，着住盔甲玩。佢係邊個？佢花木蘭咯，花木蘭有盔甲啊，冇問題。咁所以我哋不如立即邀請我哋嘅花木蘭子瑜出嚟演講佢嘅題目《花木蘭》。Angie 咧一開頭同大家分享咗佢嘅故事，佢話佢用面具去保護自己，而我呢，我唔止遮住自己塊面，我仲包住咗自己全身。我着嗰套呢叫做盔甲。我嘅故事就由我哥哥講起啦。我哥哥呢細個養咗隻相思雀，呢隻雀好聽話㗎，識得自己飛出去又飛翻嚟，仲好配合。直到我出世嗰一日，可能哥哥太心急去醫院見我第一面啦，唔小心隻雀仔飛走咗。而呢隻雀仔飛走個時間呢，咁啱就係我出世嘅時間，所以我本身呢應該係有雀用嘅。我哋一家四口呢，細個真係好開心噶。爸爸一得閒呢，放假呢就會帶我哋周圍去，媽咪呢就會買啲好靚嘅裙俾我着，當我公主咁。其實我真係以為自己係公主噶，直到我哥哥18歲嗰年，佢粒聲唔出，離家出走，抌低咗我呢個小公主。我嘅童年就好唔同啦，因為得返我自己一個。一夜之間冇咗個仔，報警冇用，周街揾唔到，爸爸媽媽有幾傷心，唔難想像啦。得6歲嘅我，只可以靜靜地坐埋一邊，望住一切發生，望住自己嘅世界180度顛倒咗。所以呢，我要保護爸爸媽媽，我唔想佢哋再傷心。除咗聽聽話話之外，喺屋企我咩都會幫手。媽咪去買餸咩？我幫手拎嘢抬米。爸爸裝修屋企，我幫手搬木板攞電鑽。我細個就識分乜嘢係水線火線，我覺得自己叻過啲男仔。花木蘭代父從軍，我就代替我阿哥喺屋企做長子。可能慣咗保護人啦。喺學校啲女同學扭唔開個水樽蓋咩？我會話等我嚟。佢哋俾男同學蝦，我會大大聲撩人哋隻抽咬手瓜。俾班女仔圍住嗰種歡呼聲，嗰種英雄感，我覺得好威啊！我覺得自己被需要。雖然啲人成日都話：喂，你女仔嚟㗎，你斯文啲、溫柔啲得唔得啊？我唔在乎咯，我就係花木蘭。到咗我20歲嗰陣呢，我感情失意，我自己一個飛咗去大阪散心。為咗慳錢，我租咗架單車，由朝踩到晚。到咗夜晚嘅時候，唉，大鑊，夠鐘還車，趕唔切。日本人咁守時嘅文化，我點可以破壞㗎？所以我決定唔理危險，行捷徑。我踩咗上高速大橋。我印象呢，嗰條橋就好似青馬大橋咁。喺我旁邊經過啲車咧，全部開到100幾。哇！如果我個單車太扭歪少少，我都會俾車撞死。個心真係嚇到跳咗出嚟。最後我真係準時還到架車，但係呢個旅程嘅驚險未完。到返香港嗰日呢，我掛住食嘢，遲咗去機場，閘口閂咗，飛機飛走咗。第一個反應，我係打返屋企揾爸爸幫手。我未開口嗰下，我啲眼淚已經湧晒出嚟。爸爸，原來我一個人搞唔掂，冇自己諗得咁叻。由細到大，媽咪都教我上山尋苦易，開口靠人難。女，你咩都要自己識得做。唔使人幫就唔使睇人面色。
所以呢個旅程呢，並冇打擊到我，我知道自己原來仲有進步嘅空間，我未夠堅強，我未夠叻。2年前我自己搬出去村屋住，秉承我慳妹嘅性格，我梗係喺二手平台度揀家私啦。我睇中咗張120蚊嘅雙人梳化，備註寫住自備大隻佬 fit 啦，我咪嗰隻大隻佬咯。我自己一個人上去抬咗個梳化落嚟，去到停車場見到高高 van 司機，佢同我講：喂，靚女，你自己一個搬，加60蚊我幫你啊！你睇小我一個女仔，我話唔使。跟住個司機真係全程翹埋手望住我一個人，又拖又碌咁將梳化搬上個 van 仔度。臨落車佢又同我講：等候時間後5分鐘係免費，之後就要收錢噶啦。心諗我1蚊都會俾多你，我搞得掂。我推咗個梳化推到屋企門口 ，fit 啦 ，perfect 啦 ，perfect 地棘住咗啊，爭少少啊！唔使驚，腎上腺素嘅加持，加上我練咗30幾年嘅慢力，我一嘢將梳化推咗入屋。我準時還翻架板車俾司機，1蚊都冇俾多佢。你冇得到啲咩？我慳咗60幾蚊喎。但其實推梳化嗰下，我已經刮爛咗我啱啱鋪好嘅地板，梳化腳歪咗，隻手損晒。我唔會同人講噶，因為我着咗盔甲。我要保護好懦弱嘅自己，我一個人搞得掂，我唔使靠人㗎。直到我入咗社福界工作，去到老人院呢，見到啲老友記，我通常都會問候佢哋：最近過成點啊？喺度住得慣唔慣啊？佢哋9成都會答我：有咩慣唔慣，姑娘？咪又係咁，真啊，又係咁。喺老人院嘅生活呢，全部嘢都係被安排。老友記只可以聽聽話話，幾點食飯，食啲乜嘢，有冇得沖涼，佢哋冇得揀。成世人勞勞碌碌，為屋企，為生活，到人生尾段，陪住佢哋嘅係周身病痛。如果老友記行動不便呢，可能床都冇得落，每日瞓喺同一張床，望住同一個天花板，同一盞燈，我忽然間好驚，我好驚，我就係眼前呢個老友記會點樣睇返36歲嘅自己，成世人都淨得聽話配合人哋讚你幾句咩，我就衝埋去幫到盡。人哋定咗個規矩，定咗個軌跡，我就跟住行，我一啲退路都唔俾自己。唔想，我又講到冇所謂，笑笑口。明明好難受，好痛，我又會吞落肚。我問自己一個好殘忍嘅問題：其實你自己想過啲咩生活㗎？你究竟中意啲乜嘢？你知唔知？你咁假，你中意自己咩？所以我決定要改變啊！我唔想到老咗先後悔。呢幾個月我學識咗一樣嘢，好陌生，佢叫邊界線。我要學識講，我做唔到，我唔想，我需要時間。我要將自己放喺第一位。我要學識照顧自己嘅需要，尊重自己嘅感受。我要為自己人生負責任。呢個盔甲着咗36年，好重，我決定要除低佢。我唔再做花木蘭，我可以堅強，有陣時我都可以小鳥依人。我要用真實保護自己。我要真心愛自己，擁抱自己，擁抱我身邊嘅人。多謝大家今日入場見證我呢份勇氣。我係金雲20嘅子瑜，多謝大家。如戴着面具去掩飾倦容，迎着炮火也依然表情輕鬆，情緒不可激動，還若輕的舉
喂，呢張相好正啊！啱啱嗰張相似唔似周星馳嗰套戲啊？吳孟達未上車，我未上車喎，嗰個動作咁樣。哇！同大家互動下先。喂，邀請大家講10次木蘭花。木蘭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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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蘭花。好，精忠報國係邊一個啊？唔係啊，係岳飛啊！冇錯，好醒目，雖然冇獎品。好啊，同大家互動完。喂，同埋記得大家俾一俾分喎。而家差唔多去到最後嗰2個啦，俾一俾分，提一提大家。好啊，哇，頭先好正啊，佢卸下佢嘅盔甲。好，頭先我講話瘋狂咖啡杯啊嘛，咖啡杯要有個方向盤咁樣去轉噶嘛。佢而家之前着住個盔甲咁，梗係捉唔到啦咁厚。而家卸下咗，終於可以親手用最真摯嘅手捉翻住佢人生方向盤，做自己。再次俾熱烈掌聲，我哋子瑜。